然后我尽量拢上这个服务哦，这种而且慢慢再次大家感谢哦，大家感谢哦，我咱来参加这个游行，我咱的诉求，就是人，我们是要来拍破主管总裁，我们来要求说吼，阿民总统，因为阿民总统是上边的，是高做的，对不对？我对咱今仔日所以就爱把这个声音，我大声来讲，所以咱嘛真系感谢，这个蔡总统教授，伊来机会，这个经济大队，咱是即摆人，带你美国，来这个演讲，所以今仔日无来现场，所以咱伫遮哦，蔡教授来做声，多好欢迎，咱所有的议员哦，跟其中议员，以及台东。相关议员哦，参选哦，我欢迎各位议员里面有哦，而且大家分哦，这个号召真侪来参加哦，社会馆，所以咱今仔日而且我们来主管，咱的这个表达，咱的这个信息，咱的这个做，这是个思维性的，这种要把这个用心报告，这是个思维性的，尽量无写出来，所以要去话民众讲。即摆今仔日，我这是国民党咧看，全世界嘛咧看咧，国际媒体嘛咧看，看啥个？要来救民众党，